这个我们就是用总距离。你在干嘛？抄笔记啊，抄那么多干嘛？加分，懂吗，小姐？不懂就算了。你看的也太精彩了吧？没有啊，有啊。都是认真的笔记，你自己看。这是什么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没知这道。什么？这是老师的脸。确定？对，博全老师的脸。对。太夸张了吧？DC 啊。确定是你，也太夸张了。对。